在也下喺啲俄罗片东南东风嘅会面后，风台嘅泡沫camp已经接近台湾东南部嘅六区，提醒民众爱防登山、捞山、韩国以下嘅露天蚂蚁。也下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嘅演示，如果用烟、不够用湿、偏用烟。而呢周嘅警告氣象預報，你講颱風要來咧，做好防台嘅準備，人生嘅風風雨雨，撒東南去台兒。嘅風景，有風沒有雨，我能低調地土紅，小看跌落巴希，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。這一次准許你不告而別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淚，也不再有悲傷。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看天堂。假使你相愛，手都愛夢都發sáng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，我會盡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，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。各位，今天晚上9點天堂聖歌歡送趴，不要忘了哦。哎呦，聖哥又沒答應要來，我們一頭熱有什麼用啦？那是賣笑的問題，賣笑。不管你用什麼方法，一定要把我們家聖米叫來天堂歡送趴，因為他是我的恩師，你知道嗎？他是你的恩師，你問題你又被黑矮呢？我會給你當謝啦，雖然我有辦法找他來。是你啊！哦，你過來。除非要解釋不同的日子，不然明天都還是照舊處理。火化場跟我們都會上班，應該的。大家都注意安全，謝謝。今天晚上9點，不要忘了。小恩，你不要再糾結。我這個月看你跟阿勝兩個人躲來躲去的，避不見面。再怎麼說，這個阿勝也算是你的恩師跟你的救命恩人。我覺得在最後這個時候，你更應該要好好的跟他說一聲再見，而且你必須要承認我講的沒有錯。只要家裡沒事，家屬沒事，沒有臨時被開解體，沒取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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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通常緊急的事情都不重要，重要的事情都不緊急。你分得清楚什麼是緊急啊？這個是美國總統艾森豪教我的，他有跟我說過。哎呀，那不重要啊！現在換我江成哥來教你。這個感情哦，就是3個要素：物質、陪伴跟愛。如果有3個的話，那就很好；如果有2個也不錯，因為就像一個三角形，它有2個角可以站立的話，那就成立。可是重點是你們現在2個人1個都沒有。怎麼樣？聽不懂對不對？哎呀，還是不重要。反正重點就是哦，這個緊急的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事情不緊急，懂嗎？我早就分不清楚什麼是緊急，什麼是重要。喂，爸，兩位。我個生意要講好嘅，要賺錢咧，下個我見啊，過來跟我吃飯啊！哦，我你今晚打天發了。這個澎湃點啊！我來嘞。
你從來唔可以講我講唔嘅嚇。好，好。俺下課可以跑步。啊，不是等俺啊，那就先是。好。嗯。安东的东西要输了，看看，哎哦，妈的啦！养啊，张输起来的东西，唔好要人哋乱啦，一全部拿入去了。我睇到啦，喂。今日洗好，冇啦，一下風頭又來連用嘅呢，日日入去啦。我睇到。係啦，等下食飯啦。係又唔是，養啊洗好嘅啦。好啦，哎，入去啦，食飯啦。我做都好，我就已經望下去啦。好啦，係啲啦。馮太呢？做工地冇去出戲咧。好啦，係冇戲啦，等下真見冇戲啦。好啦，真見我冇出戲哦。好。假如搞太嘅東西，就休息嘛。應該冇攞睇啦。唔搞得假如搞睇嘅就要俾你。佢空寧好，做乜冇心情啊？按用嘅態度啊，我因為本假如先啊。哦。先講，你一真係點係動快呢？以前冇按後呀。我本地就按有，天生。你以前係要人嚟講笑，係要講人兩個老家屬講法。我一條路咩唔是按呢啊？後來好去，大家紛紛去，人拍一隻 party 唔好。我唔知呢，那個。假如送清明嘅清明呢，都好風台，我係頻密嘅怕。再講啊，無心唔想做歷史，搶想去做專業廳嘅。我較想做化妝師。不管結果你想去做乜嘅，留你下嘅事做好啦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大体放钱调到老太太那边，我真的不能就让你带走房间这个大体，你不要为难我，拜托。她才不配做什么房太太，我呸！她是个贱女人。贱女人，哎，你讲啥是贱女人啊？你抢人个阿婆人个家庭，佮讲我是贱女人，我今日无好甲假死吼，外面吼在电动下啦。你更不能信任我，他就是不爱你怎么样？你要不是为了那个房子股票财产啊，他爱你个屁呀！他都不爱你，你再说他不爱我，他最爱我，他最爱我，你走开！你走开！我不爱死我了！万哥，今天晚上9點天堂，好，你知道哦，好，拜拜。龟，很厚啊，蘑菇红。来，是最新的特效药，我来帮你擦。来。不是，西班狗，我去卡做的，看这些。冇用好冇？我今天生日呢，叫我吃饭来抢。西班狗，你生日应该请亚梅吃饭张超啊，哈？恰没吃饭哦，那要不要干脆晚上大家一起去天堂吃饭，你再顺便把桂姨灌醉好了？把桂姨灌醉，好。我像这种人吗？滚呀，不跳啦！我想到了，我今天要值班，我哪里都去不了。桂姨啊，为什么你对其他人都那么好，尤其是小万，你竟然对他比我还好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给我讲清楚，你说啊，为什么？你不要欺负我，这么该啊！慢点欺负慢点啊！明明就是你看我好欺负，好不好？拜托。桂姨講事，小太保請下掉。好啦。
3个开始准备乙级的考试，然后再修内政部20个专业学分，然后2个月之后公司内部检定考。你们要是没考上的话，就继续当专员。老大，考试我最厉害，肯定过。台风哎，现在是3处没人了，你死马当活马医哦。你是死马，你是什么马？我是千里马。大声一点，你是什么马？千里马。你是什么马？胭脂马。你是什么马？报告总马。这个台风会很大，你们要确定明天所有会场的安全，然后把公司防台工作做好之后，才可以下班。是。哎，老大，今天晚上的圣歌欢送趴你会去吗？你是要讲几次啊？我是孕妇，不是渔夫。出跑了啊！慢点。有冇做夫的呢？养夫的呢，免拿本做了，亲做嘞。我这位哪呀，做夫的呀？可能好事呀，多条啊，我用来死呀哈。哎呦，没死你了。我转来这吗？有啊有hình啊，哪天我还会做什么啊？哎呦，没人又冇做夫的了，看那用啊！哎呦，这夫唔擦了，又唔听話講了，買嘛緊啊！還有啲同事啊！哎呦，我按用錢，我要多錢，我還都跑啊！唔好安尼啦，你飯台我講幾多多了啊！哦，一件台風來，風台來了。哦呀，還有你有啲風台，挨啲啦。你都在真的改啊，都唔啲哦，是猜嘛，換你了。哎呦！你真有空都清流某两天，我发生了事情之后，跳回来。哎呦，弟哦，你爸了，当年了，安尼吵得快死了，跟骂人了，冇法度睡了，医师条要上课哦，冇精神了，也还一头发不卡了。哎呀，拿过来。哎，阿爸，你要干嘛啦？你要哪？啊，我吃饭啊。吃饭。係啊。阿姨呀，用啊，你卡吃藥啊？你改哦。hem kia xây vô về cho kèm miếng nè ha hem kia ý yên nó yếu tập ngay kêu là 我要送潘法啦， ngay kêu唔要的了又不是俺。 ngay đi nào là 哎，维他命是吗？啊，维他命，冇吃。哦，说的变路。讓所以講。哎nhà cái vô về hay mấy con lót xe đây à 你要唄。 đi vô về à chìm đâu là 叫人呢？別慢嘢，這菲律賓人講我講客家啦，咁啊強呀，哎呀，那個就是去過菲律賓人，要嘛去旅行，就看到比較差啦。沒嘛。啊。買菲律賓啊，天氣呀。天氣。天氣。幾個啊？你香港人。香甜呐。沒有。哎呀。不容易的。不用。如果我就是叫我去菲律賓講，參加咗你，哦，我看過安插過菲律賓。
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但是我要你知道，你如果想回来公司，我们随时都欢迎你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很三八哎，谢谢。哎呦，干嘛？哦，痛啊？哦，还好吧你？哇，阵痛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我肚子已经一整天都怪怪的。力道这么大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不用，我等一下要去巡明天的会场。我帮你学。你帮我巡什么啊？你还有那个什么天堂的什么欢送趴哎？趴什么趴？肚子比较重要。来。哦，我，哎，桂一啊，快点，进度拿出来，晚上还要欢送趴，你赶快贴啊，就贴个叉而已。没有交代。没有交代。我是。哎，麦笑，你不要再讲电话，什么？帮桂一拿一下胶带嘛。好，我知道。我还要再看一下你们贴的如何。是啦，自己动手了。哎，小万，你那边有没有胶带嘛？你们有没有胶带？拿点过来啦，这边快一点啦。哎，你们也都用完了。先好。全部都被绑架本锤帮退了啦。你们这一群白痴啊！你他妈为什么不会把门给我关起来啊？你可以把插封移走吗？哎，小万啊，你还不快一点？就少了哥呀！哎，赶快拿走啊！一发出来。带过一团医生好吗？不可以！他今天值班，他留在公司。我跟你说，公司的电压最近很不稳，你给我顾好大体。你要是出任何差错，我就停！你跟我去医院，然后我就会去巡明天告别式的所有场地跟路线，我会处理。目标是老江城一款总会旁街，有嘛根问题请冲手，莫请多年去家来了。江胜啊！哎呦，我走短过一个半个就好了嘛。万哥在南城看丈母娘嘛。汉哥的话，我们在沿路打电话给他就好，我们会合在医院就好。陈冠毅，你是什么嘛？建立吧！喂嘛？无喊。妨碍太冇出去啦。哦，危險。哦，危唔去好嘛？哦，安尼，做安尼。不是啊。不卡尿安喏。什么你萝卜啊？特別風柴，唔係淹水做啲門嘅蟲嘅除快踢，慢慢行一看啊，我喺冒險嘅，包括去架只有一看啊，懂一下。給你個啥？哎，你们不要看我，今天晚上张家的外场我是没有办法去，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帮胜哥办欢送趴，所以麦小，麻烦你找别人。胜哥都没空，大家都在忙，你欢送趴是要办给谁去啊？对啊，桂你最聪明了。啊，陈桂义，你是什么马？草泥马。没礼貌。我们已经自己来弄了，但你们要等到天亮啊！我知道台风，你们客户很急，我们客户就不急啊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你明天记得带花来补。好，先这样。哎，麦笑，你那边赶快绑一绑啊！等一下收工还来得及去天堂啊！哎，这边，麦笑，你这边帮我绑一下，快点啊！喂，你不要讲清楚话了，快一点啊！谁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干嘛啦？受伤了，在医院，我马上过去。谁？我爸妈。哎，麦超，开车去了，比较快，小心一点哦。哎，不对啊，麦超，那我要怎么回去啊？你这来嘞？阿贵啊，你在做嘛？我伫看考试用在书，我很多。你有冇办啥人啊？全组出去无限咧，上高送徐大夫去医院咧。徐大夫杭州的无？杭州呢？
张生迄个老唔讲，我迄同事佮全组整理好，并伫休息间，其他冇小去叫总部变开创嘞。好，那一块啊。迄个，牙爸还好无？阮通人讲，因为伊唔好加用诶。医生讲，那种片本来除非因为因快。哎呦，唔就真紧动辛苦呢。有哪个爱做得天数的无？有4个功夫无？已经介绍嘅同贵。功夫哦，爱老唔听阮，以前有家属嘅心求，迄印尼教过来嘅，是做过功夫。那个，选选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不急，你慢慢说。好。我过去一趟，那你把地址给我。好。贵，有家属讲要临终咨询，想等一下给你资料。好，生意哦，还有上到甜甜 APP 给你。哦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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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麻烦，谢谢。好好好。干护士小姐个屁事啊！你干嘛跟她一直说谢谢啊？你要谢谢是阿胜吧？哦，对了，阿胜，感谢你啦。这边吼，若无你送秋香来吼，后果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应该的，你现在不用谢我，你最该担心的是啊，他躺不住了，看你要想什么办法把他留下来啊。老婆，不要乱动。老大，就放心在这边待着。现在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没有你肚子里面那块肉来的重要。哎，什么那块肉？这是一个小 baby 呢，一个生命呢。对。我知道啦，可是想到接下来这几天吃喝拉撒都在这张床上，我怎么受得了啊？没关系，我照顾你。老大，那我去巡逻了。我会盯到明天早上，他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完，我才会走。阿胜，今仔状况安尼，你要去走，你若走了，三处要安怎？你不要为难他啦。万哥会来接代理出场，我也请俊浩回来帮忙了。他明天中午的飞机。老大，谢谢。我上去。伸出来给我抱啊！没啥，没啥。我紧，好。不是要抱你啊！没关系的，来，我送你下。哎，谢谢。怎么买个心球啦？这个 APP 不跳诶。不要动，不然我就开枪哦！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会怎么样。起来，带我去看我老公。快一点，不然我开枪！走，不要激动，快点！爸，我算了，我安尼咯，咩冇吹哦。哎呦，莫按洋葱啦，煮骨头必可以细细的，也好杀高大后制作的转嘞，还没事情啦，也朋友啊爱洋葱。你妈个朋友？哟，你讲啊，怎么剧定定？啊，像你朋友头那咱一只空啦，也下啲个叔叔。
等下马个朋友啊，算了，这位讲马个啊。就娘妹啊，讲风采天哦，莫很转来。咱下两三就去后头摆去顺路无，无注意去抽到，俺拄好娘朋友看到啦，就讲迄把娘妹落医院，万人伫俺主死，着输个网下落去口度遐跳呐。啊，你做毋得做落就算了啦，嫌人朋友来做卖咯。走，快点！开门！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能让你进去，你就算杀了我也不能让你进去啊！我拜托你去跟大房太太沟通啦。她不是房太太，我才是。房太太，我跟你说，里面有正在推荐大体，真的很恐怖啦！我拜托你不要进去啊！我不怕。卡，不行啊，开始啊！我是家里卡。就跟你讲道理还讲不听，就叫你去跟大房太太沟通嘛。而且房先生如果是真心爱你的话，他一定会把你放在心上的，因为爱是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啊！谁打我啊？不完成了。亮哎，听奶啦。做啥啊？哪个事情？没有，我爸打的啦，后头来提木卡。我啦，你牙没用的了，不是。你爸嘞？我给滚到房间的呀。那时候赚。感情了。我们当年就糟蹋了好吗？糟蹋我们上战吧。没有，懂看的嘛。后悔了，莫讲了。我这帮你，不要烦啦。也没二 Q 死，变做嘛唔听数啊。外婆做谁太假死嘛嘅？不要以为去工作养活我们就了不起了啊！每次回来就摆脸色。人哪有本事翻面凶？每次回来啊，就嫌脏、嫌臭。来的，我不会烦啦，我老你讲咩？来的就是废物啦，我只有跟人爸啦。为了，是打电话来找我吵架的吗？你到底要说什么啊？来讲啊，我老都用气噶，懂不会啦？木卡，唔想赚就莫去赚啦。我会烦啊，我太天数咩？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飘哥，没有人啊？为什么都没有人？不是讲好要来吗？结果怎么都没来啊？奇怪。哦，哎呦，哦，飘哥谢谢，还是你最讲义气。那我先走。干嘛？我是双博士哎，你跟我比这个计算机哦，不是这样算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你好了没啊？哎呦，等一下嘛。
奇怪，电视都这样演的啊！明明就是看他们开都很容易啊！哎，又弯掉了，再来一个。妈，你快点，很严重。哎呦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待会儿你就见到你爸了。哎呦呀，哎，这真难开呀！哎，归义啊，你在干嘛？你不是说今天很忙，有很多工作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啊，躲去哪里啊？跑去偷懒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很奇怪，都没有人在乎这个欢送趴哦。难道说整间公司就只我江成哥讲义气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天理嘛！归义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归义！拍谁了？台风天还找你来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是我学姐说你很好，她说她爸爸之前的后事就是你帮他忙的。你阿本代小黑爱唔该做嘅，谁是 uncle？ 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孝。我爸还没有过世耶，我就老早领公司的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！我妈就是哭。慌乱难过，本来就是正常的。你不要太有压力。就算是做我们这行，遇到至亲离开，也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现在医学这么进步，说不定会有奇迹。你先专心陪许伯伯、许伯母，有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帮忙的。安子 C 了，有时候会安慰自己，起码我爸爸没有太多的痛苦。如果再拖个好几个月、好几年，真给人会点疼。真嘅，头痛叫連真嘅會點睇？桂义你在哪？桂义，哎，我妈买这个排队名店给你吃，哎，说要感谢你，桂义，哎，桂义，桂义，这，怎么样？报警！快点报警！不是那个报警！这是哪一个？警察！我给你叫警察！哦，警察！哦。小韩哥！小韩哥！等一下，我打电话帮他吵啊！先救我啦！阿姨，很早点吗？有事情了，给通一下就过去了。给小平哦，还说了，咱公法唔好欠记了。无啦，原来迄条丝我本年搬入胸口，叫下落去念书。呀，工作本来就大辛苦，免出的一定不会了，也没不免出了。现在哦，天下大了，马该就做唔好，不你把大了，被给骂了，给你应该个了。其中一只靠空机，都是你准时你还要讲很多，有冇要吵？我安尼了，冇讲法。我这回啦，
好啦，都是人来款待了。你爸都衰了，我这个。哎。有冇事情呢？我找你了。哟，怎么按给的转哦？对了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你们一整夜都没睡了。你不是一早还要工作吗？先回去吧。色彩很严猛哦。以前讲啊，韩国看甲3日，你要记得哦，2点钟要放起来听同一下题嘛。不怕了，阿姨，医院还有医生跟护理师。我去厕所。文浩，文浩，我去天书啊。去天做乜嘅？你这个我行啦。来坐对。哟，你这人用按奇怪呢，竟然按好、按客气、按有礼貌，佢骄傲呢。好啦，冇冇那么多啦，来转你啦。给他的男朋友。叫做报客，超报客，其他拖研究所2年生。你老佢強下3年人咧？来转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那个时候啊，警察都还没来，我一个人身先士卒冲进去，霸气外露，制服那2个。哦，这根本就是英雄救美，外加打击犯罪啊！贵要不是有我啊，早就这班哥，俺只是来试者，假是唔兴，俺就不能记太高嘞。下摆真年课冇漂亮了。你现在知道我很重要了吧？不像那个江婶啊，睡到一半跟猪一样。不用，先给我转来嘞。按照早安谱大概很好嘛。前半年股票这个东西，选就准备好嘛。生比，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你不走了吗？你不走，我们就不办。我还是会走啊。不过啊，会盯好你们今天的告别式，结束之后我就离开。谢谢你们的心意，我心领了。目前啊，中原路上风啊，有所谓放下來，還問通查誒，你底向查洞誒，都請輔路去你。哦，莊神，麻煩你打電話跟家屬說，盡量從中寮山路進來，因為我們大門有積水，不方便。啊，這班啊，阿貴啊，廿條支援太解。好。你好人呢，還問來去。
你还不赶快喊好冇？喊做的啊。安子谁？你要出轨嘞？顺堂。安子谁？因为唔记讲hen啊，本来想到刺激去未来，还有哪个梦想还望做嘅？懂赞吗？希望你的梦想顺利完成。应该先希望啊。不管再怎么忙，都要谢谢我们的胜哥曾经这样的照顾我们，谢谢胜哥。小派，小万，拉炮，拉炮，别拿过来，拉炮！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！谢谢胜哥，工作了，想当跳位儿啊，是我要去救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分嚟咧，啊，做生意都唔啱，每个都哎，说把全部捞掉。喂，你走了，王牌就换我了。小万，怎么又只有一宝我要当王牌。真的，而且胜哥你走了以后，这个仪式的位置我就不好意思。还好吧？要不要再睡一下？哎，你家里面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啊？我阿姨坚持要回老家看她爸，还好昨天贵义帮我介绍一个看护，让我早上根本就来不了。果然被阿胜猜到了。哎，这个钱呢，是他叫我拿给你的，然后还要我骗你说这些钱是我借你的。拜托，你会相信这种鬼话？什么意思？这里面有20万啊！他知道你现在家里面一定很缺钱，叫你拿去用，不要担心，然后好好照顾自己啊！不要，拿去还他了，自作多情，继续藕断丝连。你不知道他跟那个魔女公主已经分手了吗？是他叫我不要等他的，他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啊！有没有分手怎么样？难怪阿胜刚刚看起来怪怪的。是我跟他讲说，如果喜欢你就要把你追回来，他就知道你会这样讲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感情呢，就跟喝可乐一样，一开始喝的时候很甜，但你不能喝得太快，因为这样你会呛到。而且重点是，当你喝完之后，在嘴巴里面剩下的就是一股酸酸的味道。怎么样？你现在很酸吧？不管喝什么喝太快都会呛到。不一样啊，可乐有气呀。我讲了这么多，你还不去追阿胜哦？几点飞机？好像是1点半哦。你赶快下车啦！现在时间呢是12点，你只要在1点半左右到机场的话，就来得及。钱拿到。哦，20万呢，你要给我？拿去做检查。啊，要不要喝汤？那你还要吃什么？叔叔，爸，你咪来啦？阿妹今日冇翻晒啦。哦，干嘛在你爸面前这样啊？
何必让他难堪？反正我讲都讲了，就叫他冲了。他总要习惯的，不是吗？哎，我问你哦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小儿子，从后面给我1棒的，你知道那1棒就这样插过去，哎呦，没打到，没有关系，我是我如来神掌，然后呢，他就这样，死哎！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。喂，罗小姐，你爸赶我出来，还拿东西丢我，这个钱我赚不了了。人生嘅艰難困頓，唔係自己等風波過去，係自己靠眼緣，愛讓嘅自己風雨飄搖地度，有冇堅強嘅信念？就算緣理性，風雨過了後，就會有天光嘞。你有没有觉得小恩最近越来越奇怪啊？要不是不想跟我们讲电话，要么就是手机都没开。哼，我才想要问你，你每天这样浓妆艳抹，你到底在跟谁讲电话？不用抄啦。蹦，冇事冇事冇事啊。你还有空分享？你要不要顺便分享一下你们家卖笑人在哪里？好，不敢看。